今日嘅 run 4207第5特嘅 run 啊，我哋開始啦，仲有幾秒嘅啫應該。OK 啊，準備1、2 ，OK， start run， 開工啦喂！呢度係 Kermanshah， 最少10K 啦喺度啊，強嘅喺度通常。OK 啊，開工啦，開工啦！好 ，first check， 啊，應該係前面轉右 ，check 機，哦，好大粒石山，應該係上嗰粒啦。而家走咗22分鐘，差唔多2K 走咗，啊，應該係上到底啦。好，慢慢上，哦，上到石山頂，6點41。哦，用差唔多20分鐘上到底，而家落翻去，喺度落好斜，小心啲。差唔多啦，落山啦 ，Hello， 靚，啊，追到前面咗，安全，45分，嚟落山。哇，呢啲咪叫斜咯，啊，斜住落咯，冇獎啊，慢慢嚟啊。好啦。到我啦，我真係慢慢嚟啦，好搞笑，好斜，冇繩拉，又滑，好自己執山，靚，7點14分，走咗4K 幾，耶，終於上翻嚟平路啦，呢度應該係 home trail 啦，哦，應該多20分鐘啦，可以翻到啦，睇下有冇加煩啦，哇，靚，爽啦，好啦，7點26分。走咗差唔多6K， 呢度直出馬車路，翻去估計3、4K 啊，應該8點前翻到啊！好啦，加油啦！8點前翻到，啱啱好，好，成10K 啊！嚟啊嚟啊！你哋有睇到唔知高冇喎？喺後邊。哇，後面哇！嚟啊！食粉啊！咖喱麵啊，手工。哎，唔係啊，魚頭米啊，係咪啊？係魚頭米。哇，靚啊！哇，靚啊，有蝦。好，攞水飲。嚟。Hello。好，攞水飲。無驚無險又一日啦，啊靚啊！今日嘅啦好爽，home trail 4K 啊，喺度4K 啊，5K 啊，哇冇停，哇濕晒一流啊 ，run 啊 run， 好，下個星期見，拜拜。我對先。